大家馬迷朋友好，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嚟緊5月28日跑馬地夜馬共9場草地賽事，當晚嘅開跑時間係晚上嘅6點40分。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至於跑馬仔指數係會電腦分成 A、B、C、D 4個等嘅級別，我沒有級別嘅馬匹代表電腦確定為不確定性。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以呢個圖為例，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又例如佢第5次，佢係跑第9，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亦即係排序第1。第1場5班12米，馬膽係4號連心星配呢個布紋孭129磅，拖嘅第1匹配腳6號音樂人生配呢個黃志雲孭119磅，第2匹配腳11號旋風飛揚配呢個艾少禮孭121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7號凌利標區、1號瑞高。第2場5班12米，馬膽係6號快樂奇兵配呢個奧爾文孭131磅，拖嘅第1匹配腳8號質素配呢個艾少禮孭127磅，第2匹配腳4號天火同心配呢個布紋孭131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鑽石寶寶、5號大番薯。第3場4班2200米，馬膽係1號爆出美麗配呢個布紋孭135磅，拖嘅第1匹配腳12號平海之星配呢個蔡明紹孭115磅，第2匹配腳10號客家之光配呢個艾少禮孭119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4號富起來、8號幸運同行。第4場4班12米，馬膽係5號雷神太保配呢個布紋孭130磅，拖嘅第1匹配腳6號鼓浪好友配呢個艾少禮孭123磅，第2匹配腳1號中環萬里配呢個霍雲星孭135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7號鄉村樂韻、4號有運行。第5場4班1650米，馬膽係4號快活英雄配呢個布紋孭125磅，拖嘅第1匹配腳5號超眼光配呢個艾杜娜孭125磅，第2匹配腳1號型好威風配呢個梁家俊孭135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9號奔妙星、2號新榮之星。第6場4班12米，馬膽係2號勁進非凡配呢個布紋孭134磅，拖嘅第1匹配腳
5號妙玲瓏配呢個艾少禮，孭128磅。第二匹配腳1號加州得力配呢個艾杜拿，孭135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英勇名區、7號駿馬之寶。第7場3班1650米，馬膽係2號唯美主義配呢個艾少禮，孭128磅。拖嘅第一匹配腳3號博望波配呢個霍雲星，孭128磅。第二匹配腳4號銀進配呢個布文，孭127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獨角獸、5號非凡浩傑。第8場4班1650米，馬膽係8號標誌配呢個布文，孭127磅。拖嘅第一匹配腳3號滿心星配呢個黃志雲，孭125磅。第二匹配腳1號追風配呢個梁家俊，孭135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康昌之星、4號好好分。第9場3班1200米，馬膽係1號飲杯配呢個霍雲星，孭135磅。拖嘅第一匹配腳5號川河洞區配呢個黃志雲，孭121磅。第二匹配腳10號超霸勝配呢個蔡明兆，孭119磅。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魅力寶區、8號首飾悟空。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記得按埋個鐘仔啊，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多謝晒大家，我哋下次影片再見，拜拜。